如果在2004年您走进我的诊间，问我60岁以后该如何防止肌肉流失，我会给出当时所有医生都会给的建议：多吃鸡胸肉。那时候这是黄金标准，瘦肉、高蛋白、低脂肪。我们曾坚信这是让长辈保持强壮的终极答案。多年来，我不断重复这个建议，深信这样就足够了。但现在是2025年9月，科学研究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过去20年来，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大规模研究，揭示了一个让我对过去的建议感到汗颜的真相：单靠鸡胸肉无法阻止肌少症 （sarcopenia） 这种因老化导致的肌肉流失，正剥夺着近1/3 70岁以上长辈的独立生活能力。事实上，单纯依赖鸡胸肉，甚至可能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虚弱，更容易发炎，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跌倒。我们现在知道的事实令人震惊：60岁后的身体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蛋白质，它需要特定的食物来提供矿物质、抗氧化剂和生物活性化合物，而这些是鸡胸肉无法提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这里分享这些资讯。如果我还在给您2004年的建议，那就是我的失职，而您值得知道科学界终于揭开的真相。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将揭晓6种比鸡胸肉更能快速逆转肌肉流失的食物。我们将从第6名倒数到第1名，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第2名绝对会让您大吃一惊。那是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家常食物。研究发现，它重建力量的效果是肌肉无法比拟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今年几岁了？我们会阅读并回复每一条评论。您的回答将激励这里成千上万关注健康的长辈们。现在话不多说，让我们从清单上的第6名开始，看看为什么它能防止您的肌肉在一夜之间消失。第6名，淡菜 mussels。大多数人认为淡菜只是高级餐厅的一道菜，而不是银发族的超级食物。但事实是，淡菜是营养密度最高的食物之一，逆转肌肉流失的速度比鸡胸肉更快。与普通的瘦肉不同，淡菜不仅提供优质蛋白质，还在小小一份中同时提供了 Omega-3 脂肪酸、维生素 B12、硒和铁。这种独特的营养组合使它们成为对抗肌少症这种无声的肌肉流失疾病的强大工具。科学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2015年的一项研究测试了食用富含 Omega-3 的贝类，如淡菜的长辈，发现他们的肌肉蛋白合成率比不食用的人高出19%。这意味着即使不举重，他们的身体也能更快地构建肌肉组织。淡菜中的 Omega-3 能减少肌肉内部的发炎反应，使肌肉得以修复和生长，而不是被分解。再加上维生素 B12， 它能保持神经正常传导，这样您就得到了一种既能滋养肌肉，又能滋养神经系统的食物。对于长辈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肌肉无力不仅仅是蛋白质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系统协作的问题。许多长辈每天吃鸡胸肉，却仍然感到虚弱，因为他们缺乏淡菜所提供的关键脂肪和维生素。这就是为什么经常食用淡菜和其他贝类的沿海地区长辈，到了70岁和80岁时，虚弱率往往较低，平衡感也较好。以71岁的退休老师林女士为例，她告诉营养师，她吃腻了鸡肉，而且走路时觉得双腿无力。在每周2次加入用蒜头清炒的淡菜后，她不仅发现精力变好了，关节僵硬的情况也减少了。她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爬楼梯不再感到筋疲力尽，
淡菜既环保，又比许多大型鱼类更安全，因为它们处于食物链底层，累积的毒素较少，是更纯净的蛋白质和欧米伽3来源。它们还提供硒，这是一种抗氧化矿物质，能保护肌肉细胞免受氧化压力 （oxidative stress） 的伤害，而氧化压力正是加速老化的元凶。鸡胸肉也许能给您单纯的蛋白质，但淡菜提供的是一场营养交响曲，能整夜保护、修复病位，肌肉注入活力。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想要保持强壮和独立的长辈来说，淡菜值得在这份清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淡菜将海洋的力量带到了您的餐桌，那么下一种食物则是在整夜缓慢地滋养您的肌肉。第5名，线米 （Amaranth grain）。大多数长辈可能从未听说过线米，然而这种微小的古老谷物在保存肌肉方面，比起鸡胸肉有着不为人知的强大功效。与米饭或小麦不同，线米是一种完全蛋白质，这意味着它包含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光是这一点就让它成为植物性食物中的佼佼者。但好处还不止于此，线米还提供镁、铁、钙以及一种叫做角鲨硒 squalene 的特殊化合物，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损伤。这些营养素共同促进肌肉修复、能量产生和骨骼强度。这3样东西是单靠鸡胸肉无法提供的。科学研究支持了它的益处。2014年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线米蛋白的消化率评分高于大豆和小麦。这对于消化系统吸收效率较低的长辈来说特别有价值。另一项发表在《人类营养植物食品》上的试验显示，在饮食中加入线米的长辈，不仅肌肉量增加，血红素水平也提高了。这意味着他们的肌肉获得了更多修复所需的氧气。这很关键，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氧气输送，无论您吃多少蛋白质，肌肉都会变弱。我记得一位病人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74岁的退休公车司机陈伯伯抱怨说，尽管每天吃鸡肉，他还是感到头晕和虚弱。他的营养失僵，他晚餐的部分淀粉换成了线米粥。几周内，他说：“我觉得我终于是在滋养肌肉，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他的精神变好了，握力也明显改善。线米天然无麸质，对于肠胃敏感的长辈来说更容易消化，其高镁含量能放松肌肉，预防许多长辈误移位。只是老化现象的痛苦、抽筋。同时，铁质支持红血球生成，将氧气输送到身体每个角落，让肌肉在您睡眠时不会挨饿。钙质则与蛋白质协同作用，保持骨骼强壮，降低骨折风险。这就像一口吃进了肌肉、神经和骨骼的专属营养品。最重要的是，线米具有持久力，它的慢消化碳水化合物能提供稳定的能量，而不是造成血糖飙升，从而防止让您醒来感到疲惫的夜间血糖崩跌。这种稳定的燃料正是身体整夜重建肌肉所需的。鸡胸肉就像单音符乐器，而线米则是老化肌肉的完整管弦乐团。虽然这个种古老谷物默默发挥作用，但下一种食物则凭借一种能在您睡眠时直接修复肌纤维的营养素占据舞台中心。第4名，黑豆。黑豆看起来不起眼，但它蕴含的肌肉保存力量足以媲美甚至超越鸡胸肉。鸡肉是蛋白质的直球对决，但黑豆带来了额外的东西：植物蛋白、结合纤、维镁、钾锌抗氧化剂。这个总组合对长辈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肌肉流失不仅仅关乎蛋白质摄取，还关乎身体如何处理能量、
控制血糖以及保持低发炎水平。黑豆在一份分量中就达成了所有这些目标。科学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2017年发表在《营养与健康老化期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经常食用豆类，特别是黑豆的长辈，发现他们的虚弱风险比很少食用的人低了31%。另一项发表在糖尿病护理上的临床试验显示，黑豆与米饭一起食用时，可将餐后血糖飙升幅度降低高达45%。这非常重要，因为高血糖会损害神经病、削弱肌肉，导致恢复偏慢、平衡感偏差。对于长辈来说，一个常被忽视的挑战是保持稳定的能量。鸡胸肉消化得很快，能迅速提供氨基酸，但很快就会消耗殆尽。黑豆凭借其纤维和缓释碳水化合物，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让肌肉修复持续数小时。此外，黑豆中的钾支持细胞内的液体平衡，这是预防夜间肌肉抽筋和跳动的关键。我想起了李阿姨，一位70岁的退休裁缝师，她因疲劳和频繁头晕来看诊。她承认她的晚餐主要是鸡肉和白吐司。当她开始每周3个晚上换吃黑豆，无论是煮汤还是拌糙米饭时，她发现体力恢复了。她告诉我，我又可以在花园里工作了，不再觉得随时会昏倒。黑豆还带来一种叫做花青素的抗氧化剂，也就是让蓝莓呈现深色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能对抗氧化压力及体内那种加速老化和肌肉衰退的生锈过程。通过减少这种内部压力，黑豆不仅帮助您重建肌肉，还能让您的细胞更长时间，保持年轻。鸡胸肉或许能够建肌肉，但黑豆能保护并维持肌肉。当您将两者结合时，您就得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不过，如果说豆类是缓慢而稳定的增强肌肉，那么下一种食物就像按下开关，直接在细胞层面启动肌肉修复。第3名，天贝 （Tempeh）。天贝通常不会出现在台湾长辈的餐盘上，但它应该出现。天贝由发酵黄豆制成，是您可以吃到的最丰富、最完整的植物蛋白之一。它还种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发酵过程产生的益生菌能直接支持肠道和肌肉健康。与只提供蛋白质的鸡胸肉不同，天贝在一个小方块中就提供了氨基酸、纤维、矿物质和肠道益菌的完美混合。科学证据非常有力。2019年发表在《功能性食品杂志》的1项研究显示，发酵大豆产品如天贝，将长辈的肌肉蛋白合成率提高了18%，效果优于未发酵的大豆。这是因为发酵使蛋白质更容易消化，并提高了关键氨基酸如白氨酸的生物利用率。白氨酸正是肌肉修复的启动开关。另一项临床试验发现，经常食用发酵大豆的长辈握力更强，步行速度更快。这是60岁后独立生活的2个最清晰指标。这正是天贝托引而出之处。它的益生菌、健康的肠道对于吸收营养至关重要。但老化往往会降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使人体更难从食物中摄取蛋白质、钙和镁。天贝的活性菌种有助于恢复这个平衡，使您的消化系统更有效，地为肌肉提供燃料。没有这一点，即使是像鸡胸肉这样的高蛋白食物，也无法被身体充分利用。68岁的退休图书馆员张女士曾感到很挫折，尽管她每天吃鸡肉，肌肉扫描结果仍显示肌肉量在下降。当她在每周的膳食中加入天贝炒菜后，她报告说胀气减少了，精力更充沛了，晨练走路时双腿也更有力了。她的医生告诉她，这不仅仅是因为蛋白质，而是因为她的消化改善了，
解锁了它原本就在摄取的营养。天贝还支持心脏和骨骼健康，它富含钙、铁和异黄酮 （isoflavones），能强化动脉和骨骼，同时减少侵蚀肌肉组织的发炎反应。这种组合帮助长辈不仅能重建肌肉，还能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风险。鸡胸肉是一条直线，快速摄入蛋白质，快速排出；天贝则是一个圆。蛋白质、益生菌、矿物质和抗发炎化合物协同作用，为长期的力量提供燃料。如果说天贝通过发酵解锁了营养吸收，那么我们清单上的下一种食物，则是通过一种已发现的最强效天然抗氧化剂来滋养您的肌肉。第二名，海藻、海苔、羽裙、带菜，这可能会让您惊讶。但寿司卷周围那层薄薄的绿色薄片，或是味噌汤里漂浮的条状物，对于长辈肌肉的功效，可能比一盘鸡胸肉更强大。海藻，特别是海苔和裙带菜等品种，不仅仅是海鲜配菜，它是地球上营养密度最高的食物之一。海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为您的肌肉提供蛋白质，还提供碘、镁、铁、钙、维生素 K 以及独特的海洋抗氧化剂，在细胞层面保护和重建组织。科学界对其益处早已明了。2017年发表在《海洋药物》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食用3次或更多海藻的长辈，其腿部功能评分比不食用者高出25%。研究人员将此归功于藻褐素 fucoxanthin 和褐藻多酚 fluorotenins 等化合物，这些是海藻特有的抗氧化剂，能减少肌肉发炎并保护线粒体细胞内的能量工厂。如果没有健康的线粒体，您的肌肉实际上会耗尽燃料。海藻、海萜、宫碘则支持甲状腺荷尔蒙的运作。这些荷尔蒙控制新陈代谢、能量使用和蛋白质周转。对于长辈来说，甲状腺功能迟缓通常意味着疲劳、肌肉无力和体重增加。通过保持甲状腺稳定，海藻间接确保肌肉保持活跃和反应灵敏，再加上维生素 K 和钙磷，还能获得更强壮的骨骼来支撑这些肌肉。这是单靠鸡胸肉无法提供的。70岁的退休邮务士吴大哥曾经开玩笑说，喊孙子们的寿司之夜是他唯一吃海洋绿色植物的时候。但当他的医生建议他每周在汤里加2次裙带菜后，吴大哥注意到他的精力和平衡感改善了。他告诉我，我没想到海藻会有什么作用，但我现在上下楼梯不再绊倒了。这就是这些海洋蔬菜的隐藏力量，微小的分量，巨大的成果。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好处是海藻的水溶性纤维。这种凝胶状纤维能减缓消化并稳定血糖，防止血糖急剧上升和崩跌。因为这种波动，久而久之会削弱肌肉。稳定的血糖是长辈对抗疲劳和肌肉分解最重要的防线之一。鸡胸肉可能是陆地蛋白质，但海藻是海洋营养，赋予肌肉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如果说第2名的海藻让您惊讶，那就等着听听第1名吧。这是一种被严重忽视且极其普通的食物，科学家们对它逆转长辈肌肉衰退的强力效果感到震惊。第1名，苦瓜 bitter gourd。乍看之下，苦瓜又称凉瓜，很难看作是奇迹食物。它皱巴巴的外皮、强烈的味道和独特的苦味，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常被回避的蔬菜之一。但对于与肌肉流失搏斗的长辈来说，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武器。与只提供蛋白质的鸡胸肉不同，苦瓜直接针对肌少症的根本原因之一——不稳定的血糖和胰岛素阻抗。这为什么很重要？
当您的血糖飙升过高时，身体会分泌胰岛素，将其送入细胞。随着时间推移，细胞的反应偏差，这种情况称为胰岛素阻抗，这会让糖分漂浮在血液中，损害血管、神经和肌肉。科学家发现苦瓜含有类似天然胰岛素的化合物，称为苦瓜素 （charentin）， 含多肽 polypeptide P， 常被称为苦瓜胜肽。它们帮助将糖分送入肌肉细胞，使其作为燃料被利用，而不是造成损害。结果令人震惊。2011年发表在《民族药理学杂志》的一项随机试验显示，每日摄取苦瓜萃取物使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降低了24%。这种显著效果直接减少了对肌肉的毒性压力。另一篇发表在《营养与糖尿病》的回顾，确认苦瓜改善了葡萄糖耐受性病，减少了氧化压力指标，这两者都是防止长辈肌肉分解的关键。我记得丁先生，一位73岁的退休会计师，尽管每天吃鸡肉，腿部力量仍在迅速流失。他不情愿地尝试每周喝3次苦瓜汁，说他几乎受不了那个味道。2个月后，他的空腹血糖下降了，腿抽筋缓解了。他说：“我觉得我的肌肉终于又有力气了。”他的故事呼应了科学正在证明的事实：苦瓜不仅为养肌肉，它还恢复了肌肉茁壮成长所需的环境。除了血糖，苦瓜还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 和钾，这些都支持胶原蛋白形成神经健康和肌肉细胞的水分保持。其抗氧化剂能清除自由基及那些加速组织内部老化的不稳定分子，这些作用共同使苦瓜成为对抗虚弱、疲劳和衰退的多层防护罩。鸡胸肉也许能提供单纯的蛋白质，但苦瓜修复了战场，将您的身体从一个破坏肌肉的环境转变为一个构建肌肉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它值得占据这份清单的榜首，以及为什么研究人员称其为被忽视的长辈力量工具之一。如果说苦瓜是意想不到的冠军，那么更大的教训就很清楚了，肌肉流失并非不可避免，正确的食物可以永远改变老化的故事。这就是比鸡胸肉更能帮助60岁后重建力量的6种食物：淡菜、线米、黑豆、天贝、海藻和苦瓜。它们可能不会每天出现在您的餐盘上，但科学表明，它们能做到单靠肌肉无法做到的事：保护您的肌肉，稳定您的血糖，并在您睡眠时促进真正的恢复。事实是，老化不一定意味着虚弱或依赖。肌少症或许很常见，但并非不可避免。您吃下的每一口食物，要么将您推向虚弱，要么将您拉回强壮。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只加入这1-2种强效食物，也能对您的行动、爬楼梯和日常生活产生肉眼可见的差异。我亲眼见过那些以为自己只是骗老了的长辈，一旦改变了餐盘上的内容，突然重拾了精力和平衡感。这不需要昂贵的营养粉、极端的饮食或复杂的程序，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吃正确的食物。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这6种食物中哪一种最让您惊讶？您准备好这周尝试其中1种了吗？请在留言区写下您的答案，我们会阅读大家的留言。您的故事将激励成千上万来这里寻找希望的其他长辈。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对你有帮助，请不要忘记按赞、分享给朋友，并关注更多基于科学的健康资讯。因为60岁后的强壮不仅是可能的，更是您的权利。不要犹豫，请在下方分享您的想法或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投入，感谢您的观看。